疫情解封，入境台湾的外国游客伫今仔日超过400万人。第400万的旅客是一个对韩国来的女性。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也到现场甲伊欢迎。郑文灿表示讲，政府有信心，伫咧年底之前达到超过600万名外国观光客来到台湾的目标。 그냥 대만의 길거리 풍경 이런 것도 좀 직접 즐겨보고 싶었고 맛있는 음식이 또 많다고 해서 야시장 이런 것도 궁금해서 오게 되었습니다. 欢喜甲礼物收落来，来自韩国的女性游客甲亲人来台湾佚佗4天3暝，一个行落飞行机就真幸运，变做是国内今年第400万位入境的外籍游客。观光局指出，国内解封到今，来台湾的国际旅客人是愈来愈多。交通部对今年底要完成600万外国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表示真乐观。 现在最多是港澳，那第二个是日本，第三个是韩国啊。当然，过去像中国大陆它是占很前面的位置了哈，但是今年纵然没有中国大陆进来，我们600万的目标应该是还是会达成。 根据统计，疫情进前的2019年，来台湾的国际旅客大约是1100万人次，其中中国的观光客有约270万人，是上大部分的。面对中国一直唔肯开放旅行团来台湾观光，台湾政府也搁再一摆向对方出声。开放了138个国家，还没有开放台湾做旅游目的地，这个是非常奇怪的。我们希望这部分两岸能够有一个对等好的互动，对岸 能够打开陆客来台湾的这个禁令。根据统计，今年顶半年入境的旅客大约是269万人次，不过咱出境的人数是咧要500万人次，观光逆差愈来愈大。面对疫后各国拢咧拼观光，抢外国的观光客，交通部观光局也打算伫9月15正式升格，变做观光署，增加预算甲编制，投入资源拼观光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